这儿呢，毛爱新。咋的了？先生这边账单出现了点问题，手机限额了，多少钱1800。来，手机给我扫你。1800的事情不能在包房里说吗？包厢里面有其他客人。你让他一个大男人在这外面站着多尴尬呀！不好意思，我们有我们的规定。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？可以。走。跟谁吃的饭啊？朋友啥的。那我怎么没看着你朋友他们呢？他们吃完饭先走了。什么朋友啊？把你一个人这儿。我寻思跟他们一起研究点项目，赚点钱啥的。没钱了？我有钱，有钱，我真有钱。我跟他们研究点项目就赚了钱了，真的不用，真。转不去。啊？真没钱。没钱咋不跟我讲？我寻思跟他们一起喝点酒，他们能借我啥的。他们不帮你，我能不帮你吗？咱俩不是还没在一起吗？那你找我，我也会借钱给你的。